最近天气真冷，过去2礼拜，未少人因为天气的变化真大，心脏病发作。一寡电烘炉、有插电的毯拢提出来用咯。消防署嘛提醒民众，使用这类的家电，就要特别细腻。小风豆豆吹出来，规分数就感觉真烧热。即马天气寒湿湿，后一波冷气团阁要到位，国内未少家庭甲烘炉提出来烘烧，也若其他烘烧的电器，还阁有啥物款的咧？我们家有装暖气，对，还有小电毯，我就看定时多少小时这样子。保暖的温热的炉啊，白天才有用，睡觉的不用。睡觉我有暖气，冷气有附暖气。为电烧器到电烧毯啊，即马天气反寒，这些电器用品是拢互提出来用。根据官方的数据，非创伤到病院进前心跳动点，过去14天以内就535例。虽然无一定拢是天气冷所致，不过使用电器烘烧安怎用才安全？因为电烧器电线压死，火势甲污染物出来，这种的火灾这几年不时地发生。最近嘛有网友抛文，半暝啊去火粉砸到怎精神？那像是电烧器家己导火。不适合长时间的运转使用，它会积热，就是蓄热，然后过热可能会自燃。这属于高功率的电器，所以不要跟其他的，像除湿机啊，其他的高功率的电器一起使用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过负载。消防署提醒，用电烧器烘衫，一公尺内放开导火物件，也阁有同一个时间使用高功率的电器，而且用同一条烟灯线。这些拢是真危险的行为，万不利若导火，伫深开始火也无大的时阵，建议会当先用灭火器甲拍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